大家好，歡迎你哋嚟到今日嘅7分鐘站立瑜伽練習。首先吸氣，手向上，呼氣，手擺喺心口中間，回歸返自己嘅呼吸，慢慢合埋你哋嘅眼睛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，張開你哋嘅眼睛，手向上，左手握住右手嘅手腕，右腳向後踏，我哋做個側彎，眼睛向上望，應該而家感受到右邊嘅側身有拉扯嘅感覺，而右邊嘅膊頭亦都有舒緩嘅感覺。吸氣，呼氣，翻返嚟中間，我哋轉邊，吸氣，手向上，跟住左手捉住右手嘅手腕，左腳踏向後面，眼睛向上望，打開你左邊嘅側腰，感覺左邊嘅側身由左手手指伸延到左腳腳趾，拉到好長好長嘅。吸氣，呼氣，翻返嚟中間，然之後我哋會放鬆下條頸，幫條頸打圈。首先耳仔沉向左邊頸，再向前、向右、向後。然之後我哋轉方向，向右、向前、向左、向後，幫自己放鬆下頸同埋膊頭嘅壓力。然之後將手放喺膊頭上面，幫我哋膊頭打圈。首先向後，然之後調轉方向向前打圈。又放鬆兩隻手，十指緊扣喺背脊嘅後方，眼睛向上望，打開個心口，停留喺度幾個呼吸。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，感受下個膊頭打開，然之後放鬆返嚟中間，但係手繼續十指緊扣擺身體嘅後面。我哋再嚟吸氣，手向上。我哋今次輕輕咁重複喐動，上下咁擺動隻手。呢個動作呢係要鎖住個手踭，主要呢係靠個膊頭去喐，帶動個手去喐嘅。好，而家放鬆。我哋繼續一啲膊頭嘅舒緩動作，手擺喺膊頭上面，吸氣打開個心口向上望，呼氣手踭對手踭合埋，吸氣向上打開，呼氣微微向前彎，手踭對手踭，吸氣，呼氣膊頭沉向心口方向，吸氣打開，呼氣合埋兩個手踭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，然之後打開兩隻手，我哋今次做個英式手，右手嘅手踭擺喺左手手踭嘅下面，然之後吸氣，拉高個手踭，沉低個膊頭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，呢個動作可以打開我哋後肩嘅肌肉。然之後我哋轉邊啦，今次左手手踭放喺右手手踭嘅下面，吸氣，拉高個手踭，呼氣，沉低個膊頭，放鬆，吸氣，呼氣，再吸氣，呼氣，放鬆雙手。將雙手拉向天花板方向，左手手踭屈曲，右手揾返左手嘅手踭，keep 住喺度呼吸，盡量拉長個脊椎，感覺自己左邊膊頭有打開嘅感覺。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，放鬆，手向上。今次我哋轉邊，右手屈曲，左手揾返右手嘅手踭。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，
感受下自己嘅右邊側身，然之後呼氣放鬆。我哋再做多次，左手屈曲，右手捉住左邊嘅手踭。今次我哋側個側彎，彎向你嘅右邊，眼睛盡量向上望，打開個心口，吸氣，呼氣翻返嚟中間。我哋轉邊，左手捉住右手嘅手踭，呼氣向左彎。今次打開右邊嘅側身同埋右邊嘅膊頭，吸氣，呼氣，再吸氣，再呼氣翻返嚟中間，然之後吸氣，手向上，呼氣向前彎。我哋可以呢，屈曲一隻腳，伸直一隻腳，彎曲一隻腳嘅膝頭，伸直一隻腳嘅膝頭，隨住你嘅呼吸節奏去彎曲你嘅腳。慢慢我哋停留喺度，屈曲雙手，右手揾左邊手踭，左手揾右邊手踭，等個頭沉落地下嘅方向，等自己鬆下個下腰，然之後再慢慢放鬆對手，逐節尾龍骨咁企返直個人。吸氣，手向上，呼氣，手擺心口中間，一隻手擺喺心口上面，一隻手擺你個肚，感受下你嘅呼吸，眯埋眼睛，感受下每一個吸氣，你嘅心口同埋肚會打開，呼氣，慢慢沉返落去，慢慢張開你嘅眼睛。多謝晒你今日嘅練習，Namaste。